歡迎大家今個禮拜又翻嚟同我哋一齊揾嘢。大家有冇發覺啲小朋友啊，唔知點解突然之間開始搣手指呢？有好多朋友啊，由細個開始搣手指，因為大人冇正確處理啊，呢個習慣就一路延續到長大成人之後啦。咁一個成日搣手指嘅人啊，不但係影響社交啦，咁喺衛生方面亦都唔係咁好啊。其實大家可能都聽過，搣手指其實係一個人面對緊壓力嘅一個反應嚟嘅噃。咁小朋友除咗搣手指之外，仲有啲咩反應？其實我哋可以睇得出佢正正面對緊壓力呢。如果你發覺你嘅小朋友出現咗呢啲現象啊，究竟應該點樣處理好呢？今日我哋就嚟講下呢個問題。咁喺正式去片之前，希望大家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 啦。以後每一個禮拜更新類似嘅內容，你都唔會錯過啦。如果有時間嘅話，麻煩大家幫我哋 comment 一下添啦。根據職業治療師雷珊珊表示啊，我哋成日聽到人有五感，但係其實人啊係包括咗7大感覺統合系統㗎。呢7大系統啊係會互相配合，但係亦都會獨立運作喎，就係為咗人接觸到唔同嘅物件嘅時候會作出適當嘅反應。但係相對地啊，有啲小朋友接觸到外間嘅一啲刺激，但係又未能夠適當咁樣統合到呢啲感覺嘅情況之下呢，就會出現一啲唔正常嘅反應啦。而人嘅皮膚就係我哋其中一個好大嘅感覺系統。嗱，唔好睇到咧，皮膚好似好薄咁樣一片啊。其實皮膚本身嚟講係佈滿好多神經元嘅，而大家嘅手啊又係神經元密集嘅地方。其次就係我哋嘅脷同埋唇部啦。喺呢啲部位嘅皮膚敏感度都係非常之高嘅，就算有少少嘅微風吹過，你都能夠感覺到㗎喎。小朋友搣手啊，可能係天氣原因啦，但係亦都可能反映咧感覺系統出現咗問題啦。如果搣手嘅可能性咧係有以下3種嘅。第一種最簡單啦，可能有倒刺啦，因為可能天氣乾燥啊，而導致佢嘅手仔上面有倒刺啦。咁有時大人都會出現呢個情況喎。第二個點啊，就係自我刺激啦，即係話小朋友有時可能啊通過搣手嚟到達到自我刺激嘅一個目的嘅。咁有時其實佢哋就感覺到無聊啊，你唔好聽過咩？你點解搣手咁無聊嘅？其實佢真係因為無聊咧，咁就喺度搣手，因為佢覺得太無聊啦，好無聊。搣咗，有啲痛喎。有啲 irritating 喎，係啦，咁佢就會搣佢手啦，緊張。做下卷，我唔係因為緊張，因為覺得無聊。無聊啦，即係分散下自己對無聊嗰種焦慮感啊。其實無聊係會產生焦慮感啊，因為佢減低個焦慮咧，所以用另一種刺激嚟對遮蓋呢一種嘅感覺咯。咁頭先都講到啦。第3個點就係因為佢有焦慮啦，因為一個人啊，當有焦慮嘅時候啦，佢為咗遮掩蓋過呢一種焦慮感，有時啊就會通過一啲身體嘅感覺，甚至乎係痛感啦，去覆蓋佢啦。而搣手咧，亦都係其中一種我哋人啊常用嚟平靜自己嘅一個舉動嚟嘅。仲有按腳咯，係咪？係冇錯，按腳都係。所以就係講啦，嗱，大人有壓力啊，細路仔都有壓力。其實咧，我哋都會通過一啲身體嘅動作嚟到去分散自己嘅注意力，從而希望可以減低到自己嘅壓力。按腳啊，或者係一啲奇怪嘅手部動作啊，係啦，咬手指呢啲啦，其實都係有同等嘅功用噶。所以啊，其實當一個人出現咗呢一啲狀況嘅時候咧，我哋都可以解讀到佢係置於一個未能夠舒緩到嘅壓力之中啦。美國心理學會 APA 指出，小朋友有啲反常嘅舉動啦、倒退行為或者係新嘅行為模式，都代表佢哋係處於一個壓力之中嘅。咁但係咧，每一位小朋友嘅反應都唔同㗎喎，咁所以家長一定要好密切咁樣留意子女嘅變化啦。例如啱啱講過嘅搣手指皮啦、大力眨眼、磨牙、咬指甲、吮手指公，成日發噩夢，半夜突然間扎醒或者係失眠，變得好容易喊，冇乜食慾，好中意黐住爹哋媽咪，突然間唔想返學或者興趣班，我成日都唔想返嘅就係咯，又唔想返工，又唔想返學，咁啊長期處於壓力啦，都係。冇錯啦，咁同埋仲有小朋友都會比較常出現嘅就係尿床啦，平時都唔蝦小朋友嘅，突然間變得好中意蝦其他小朋友。我以為佢突然之間醒覺咗添。
甚至係會講大話，或者係好冇禮貌咁對其他人啦，脾氣暴躁或者係情緒低落，同埋變得好容易咧就會抱怨，好容易憂慮啦。同埋我哋之前都有一條片提過嘅，就係小朋友話自己成日身體都會有一啲毛病嘅，即係好似頭痛啦、胃痛等等，開始想避開父母或者係朋友。以上嘅各種行為咧，都係代表住小朋友係處於壓力嘅。嗱，咁對於小朋友嚟講啊，其實壓力嘅來源啊，主要嘅就係嚟自家庭同埋學校嘅喎。首先講家庭啦，咁例如一啲生活上嘅變化，可能佢當時搬屋啦，咁又導致可能佢要換學校喎，或者屋企咧有弟弟妹妹就快要出世啊。其實呢啲你覺得唔係咁大件事嘅轉變，對於小朋友嚟講啊，都可能形成好大嘅壓力㗎。喺學校嚟講啊，咁可能係同其他小朋友嘅相處啦，或者學習嘅壓力啊，點樣同其他嘅同學交往啊，或者點樣處理老師對佢嘅要求啊。另外，香港小朋友面對其中一個最大嘅問題啊，就係佢堆積如山嘅功課啊。其實呢啲都好容易造成小朋友咧壓力爆煲嘅噃。如果處理得唔好啊，就真係會可能形成一啲好大嘅問題噶。例如可能會有焦慮症啦、恐慌症啦，甚至乎係抑鬱症啦，呢一類型嘅精神方面嘅症狀出現啦。咁每一次講完個問題之後啦，而家我哋就一定要講下究竟家長點樣應對喎。首先就正如我哋一路都強調啦，父母係一定要對小朋友咧有耐心咁樣聆聽佢哋講嘅嘢，嘗試同小朋友企喺同一陣線啦，即係唔好話佢講個問題之後咧，你第一時間否定佢，唔係咁噶，你唔可以咁樣諗噶，唔好用呢種方法啊，一定要展現你嘅同理心、理解而接納佢哋呢一種情緒，咁樣啊，佢哋先至可以同你透露到佢嘅心聲噶。有時啲父母就慣咗啊，返學有乜好驚啫？如果你乖，老師點會鬧你啊？你同同學鬧交係咪因為你好難相處啊？咁你分嗱，呢一啲嘅說話，其實全部都係否定緊小朋友嘅壓力啊。其實呢一樣嘢啊，就會令到小朋友適得其反啦。Blame the victim。係啊，即係你怪佢咧，係令到佢更加難受啊，更加唔敢同你講。之後咧，佢嘅壓力啊更加積聚啊，仲容易形成其他精神上面嘅問題。有時最大嘅問題可能係因為小朋友太細個啊，1、2、3年班，佢只係知道自己唔開心，但係佢未必同你講到佢真正唔開心嘅點係乜嘢，亦都唔知道自己乜嘢係壓啊。究竟嗰啲壓力嚟自邊度？佢有冇可能講到咁複雜啊？所以作為家長啊，更加應該多啲觀察佢哋嘅情緒。家長係應該喺傾談當中引導佢慢慢講出自己嘅問題。例如家長可以幫佢講，哦，原來係因為咁樣，咁我知道可能咧你係因為功課太多，所以導致好驚，係咪啊？又或者可以話，哦，原來係因為今日同學佢唔同你玩，你係咪覺得有啲唔開心啊？慢慢從呢個方向啊去引導佢哋了解自己嘅壓力，了解自己唔開心嘅地方，從而慢慢舒緩佢哋嘅情緒。咁我哋就可以用以下嘅方式咁樣同佢講，嗱，爸爸都知道咧，你最近功課可能多咗，因為你而家大個仔啦嘛，你以前係幼稚園，而家係一個 big boy 啦，係小學生啦噃。咁因為你而家大個仔，你功課又會多咗，不過唔緊要，爹哋以前都經歷過，咁爹哋而家咧嘗試慢慢同你一樣一樣咁樣做，我哋唔使心急，慢慢嚟，爹哋幫你同你一齊解決佢。咁如果爹哋以前係唔交功課嘅咧？呢個係一個好問題，或者你可以同佢講，你大個啲，或者都可以唔交咁多功課。以前我一成日欠交功課，跟住俾老師追到學期尾就冇得再追。家長酌量咁樣去服食啊，呢一個解決方式就嚇。嗱，小朋友啊，佢知道咗父母了解佢嘅難處啊，佢嘅壓力情緒就會慢慢得到緩解啦。而佢嗰啲怪異同埋重複嘅行為，亦都會隨之慢慢消失嘅。咁呢度我哋又俾多一個 tips 大家，就係咧，其實好多時如果你同小朋友啊冇一個持續嘅建立咗嘅傾談習慣，當你突然之間發現到佢有唔妥嘅時候，先揾佢傾啊，有好多時你就要花更加多嘅時間同埋精力，佢先至可以習慣到點樣同你講喎。咁所以我哋都建議家長啊，喺問題出現之前啊，就係譬如你小朋友開始大啦，咁你以前可能細個嘅時候啊，或者佢 BB 嘅時候啊，或者幼稚園嘅時候，你可能係慣咗夜晚同佢講故事噶嘛，係咪啊？咁啊陪佢瞓覺啊。當佢入到小學嘅時候，可以將呢種講故事或者係呢一種睡前嘅時間啊，變成一個傾談時間。
即係話可能你陪佢瞓覺嘅時候，你留嗰5分鐘、10分鐘同佢講下嗰日發生嘅事，撩佢傾下偈，佢慢慢咧習慣咗同你有呢個傾訴嘅習慣。當佢發現咗問題嘅時候咧，佢就會更自然同埋更快咁樣同你表達佢面對嘅難處啦。慢慢咁習慣咗同你有呢一個習慣。係啦，要佢習慣同你有呢個習慣，講得非常之啱啊！咁我哋今日嘅內容就到呢度啦，賣廣告嘅又交俾阿夢。記得要 like、subscribe 同埋 share 我哋呢一條片，記得要撳埋下面個小鈴鐺。我係蕭 Sir，我係阿夢，拜拜。收工。